各位同學，大家好，又到我哋科學好書推介嘅環節啦。我係呂樂晴老師，今日我想為你推介嘅書就係《飛機的構造與飛行原理》。咁咧呢本書好得意嘅地方咧，就係有好多有關飛機嘅問題，佢會講到嘅。譬如啦，飛機係點樣飛起嚟嘅咧？飛機上面嘅駕駛艙係咩樣噶？飛機起飛之前有啲咩準備工作要做咧？萬一咁不幸飛機故障嘅時候，咁點算啊？點解飛機上面唔可以用手提電話嘅？咁我今日咧就會以4部分去講我哋今次呢一本書。第一部分咧就係飛行嘅歷史，第二部分我會講少少飛機到底係點樣飛嘅咧，佢背後嘅原理係點樣嘅咧？第三就係飛機嘅恐怖篇。咁萬一我哋遇上飛機故障，咁點算啊？第四啦，咁當然啦，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去預防空難嘅發生呢？好啦，講一講古代飛行嘅典故先。其實不論係東方或者西方咧，人類似乎喺古代起就對於翱翔天際抱有好大嘅憧憬。咁關於人類喺空中飛行嘅古仔咧，喺日本裏邊最出名嘅咧就係仙女嘅雨衣，而喺西方咧嘅代表作就係伊卡洛斯。咁喺日本各地都有仙女雨衣嘅故事嘅，相傳仙女只要着上雨衣就可以飛上天空。而西方嘅伊卡洛斯故事係講緊啲咩嘅咧？就係講緊伊卡洛斯，佢就有一對用蠟整成嘅翼，咁佢就好中意飛嘅。咁但係咧有一次佢一唔小心咧就飛得太高，結果咧佢嗰對用蠟去包裹住嘅翼咧就俾太陽好熱嘅溫度融化咗啊，跟住佢就跌咗落地啦。好啦，講完一啲古代嘅一啲神話啦，咁我哋翻返嚟現實啦。咁其實咧，我哋古人咧一早已經有我哋飛行嘅夢噶啦。咁早喺14世紀至到15世紀期間，我哋天才嘅畫家 Leonardo da Vinci 就畫咗一幅畫。咁呢一幅畫咧係同喺天空飛行有關嘅一幅素描嚟嘅。咁喺呢幅素描入邊咧，人咧就帶住一個好似雀仔嘅翼一樣嘅一個機器啊，叫做撲翼機。咁呢個撲翼機係效仿咗一種好大嘅雀仔，叫做信天翁。咁呢種信天翁咧就好大隻噶喎。咁佢嘅羽翼咧差唔多有3米咁長，重10kg。咁當時嘅人咧就揾唔到比信天翁更加大嘅雀仔啦。咁佢就用咗呢一個信天翁嚟做一個 model。咁因為咧信天翁咧，其實佢拍打佢嘅羽翼咧，其實佢產生嘅升力好細噶，最多都係10kg左右，即係大概98.1牛頓左右嘅重力。咁我哋一個成人啦，咁都一定超過10kg嘅，即係重量啦。咁差唔多，我哋如果想令到一個成人飛喺天空，起碼都要令到呢個羽翼可以承載超過50kg嘅重量啦。咁好明顯，阿 Da Vinci 嘅呢一個 model 係唔可以承載咁重嘅體重嘅。咁終於啦，去到19世紀末嘅時候咯，人終於發現，咦？原來飛行係有2種唔同嘅力去構成噶，分別係推力，向前嘅推力，同埋向上升嘅升力兩樣嘢。咁佢拋棄咗原本佢淨係覺得雀仔乜唔係不嬲，拍打翅膀就可以向上升嘅啦咩？或者向前飛嘅啦咩？佢就去除咗呢一個原本嘅諗法。咁所以喺1891年嘅法國，咁一個人叫做 Otto。佢就成功咁樣喺山丘滑翔落嚟，成為咗第一個唔需要以拍打翅膀嘅形式去前進，而係用一種類似而家嘅滑翔翼咁樣嘅形態去滑翔落嚟。咁咧呢一種形態咧唔好嘅地方就係佢依然係任風去決定你飛行嘅方向嘅。咁但係卒之咯，去到1903年嘅時候點樣啊？美國嘅萊特兄弟可以利用呢一個螺旋槳嘅力量向前進，令到呢個機翼產生升力。咁而萊特兄弟嘅呢一種方式咧，終於唔係任憑個風吹去邊我哋就去邊啦，而係人類終於可以自由咁樣控制你想飛行嘅方向。咁卒之啦，就
第一個可以被稱作飛機嘅飛行器誕生咗啦。咁就終於完成咗我哋人類一直以嚟想飛上去天空翱翔嘅呢一個壯舉。咁其實喺大自然裏邊咧，都有唔少嘅仿生設計嘅喎。咩意思咧？即係話唔同嘅雀仔，原來佢飛行嘅方式係唔一樣噶。有一種雀仔叫做蜂鳥，咁佢咧就好快嘅喎，對翼咧就每秒拍成90次。咁咧，咁我哋人類望落去咧就會覺得，咦？點解佢好似喺個空中喺個花上面靜止咗咁樣嘅，淨係掛住吸蜂蜜嘅？咁其實咧，蜂鳥為咗可以支撐佢嘅體重啊，所以佢要好努力、好努力咁樣拍打佢嘅翅膀噶。咁又另一種例子啊，譬如麻雀咁先算啦。咁佢同蜂鳥嘅飛行方式又唔同喎，佢主要好似飛躍式咁樣去飛行嘅。咁最後啦，老鷹同埋海鷗又點啊？誒，佢哋嘅飛行模式更加特別啦，佢哋唔再需要好努力咁樣拍打佢嘅翼啦。咁咧，佢哋可以滑翔喎，咁就可以好優雅咁樣喺個天空嗰度展開佢嘅翅膀去滑翔。咁換句話講啦，如果你想飛嘅話咧，一係你就有好大嘅翼，一係咧你就好似蜂鳥一樣，要好迅速咁樣拍打你嘅翅膀。咁咧，嗱，Miss 又有個問題想問你哋咯，亦都係呢個作者想問你嘅問題。你雞其實都係家禽類嚟嘅喎，咁點解佢唔可以好似麻雀一樣喺天空裏邊自由自在咁樣飛嘅？係咯，雞點解又飛唔到咧？咁呢本書嘅作者就話：哦，原來雞咧，佢嘅翅膀啊，佢佔身體嘅比例太細啊，咁所以話咧，如果雞好想飛嘅話，佢就唔可以好似蜂鳥一樣好迅速咁樣拍打佢嘅翅膀。因為佢個翅膀佔身體嘅比例太細啊，咁如果我哋雞想飛嘅話咧，一係佢就好努力咁樣拍打佢嘅翅膀，一係咧佢就要更加大嘅羽翼先可以支撐到佢嘅體重啊，如果唔係佢就飛唔起噶啦。好啦，咁飛機到底係點樣飛起嚟嘅咧？咁唔知大家科學堂嘅時候有冇學過咧？牛頓運動第三定律，咁講緊啲咩嘢咧？一度作用力出現嘅時候，就會有另一度量值相等、方向相反嘅反作用力出現，而呢兩道力咧就同時作用於不同嘅物體。哦，咁你即係講緊啲乜嘢啊？咁簡單啲嚟講，你打埲牆，埲牆都會用一樣嘅力度打翻你轉頭嘅。咁又講另一個例子啊，譬如飛機咧就會利用引擎向後方噴射嘅氣體，咁咧佢就會可以推動到飛機向前行。咁咧其實咧支撐住飛機咧有4種唔同嘅力噶喎。第一就當然係飛機嘅重量啦，第二就係佢嘅升力，向上嘅升力。第三就係佢向前行嘅推力，最後當然係空氣嘅阻力啦。咁個問題就係啦，我想問下飛機佢嘅升力嘅來源到底嚟自邊度嘅咧？哦，其實就係咁嘅，個 magic 咧就喺我哋飛機嗰個機翼嘅橫切面嗰度啊。咁我哋機翼嘅橫切面上方咧，其實嗰啲氣流個速度就較快，導致個壓力就細啲。咁咧下方咧佢嘅氣流咧個速度就慢啲，所以壓力大啲。咁如果大家都學過空氣嘅壓力嘅話咧，大家就會知道哦，咁就會產生一個向上嘅升力啦，因為佢有呢個壓力差。好，終於嚟到飛機之恐怖篇。萬一我哋咁不幸遇上引擎故障，咁點算啊？另一個問題就係，我想問下我哋飛機到底會唔會有單引擎嘅飛機咧？咁其實咧，我哋知道咧，就係其實客機嘅類型裏邊咧，我哋又可以有雙引擎，即係兩個引擎，可以有3引擎、4引擎都得，唯獨是冇單引擎。點解咧？你諗下，萬一就壞咗個唯一嘅引擎，咁啊大件事啦。咁試諗下。如果一架飛機喺起飛滑行嘅時候，個引擎突然間壞咗，咁點算啊？如果我哋真係即刻就要呢個飛機停止起飛嘅話，個飛機咧一定要喺有限嘅跑道內完全停止行進，即係唔行，唔可以行咁遠。第二嘅 scenario 就係，就算個飛機按照原定計劃起飛，飛機剩低嘅引擎嘅力量都要喺個跑道跑完之前完成起飛。第三就係，就算飛機已經安全起飛啦，佢都
必定要有呢個能力游刃有餘咁樣，可以運用到剩低我哋嘅引擎力去躲閃啲乜嘢咧？萬一前頂有個好高嘅山，甚至乎高樓大廈、好高嘅建築物，咁點算啊？咁我哋一定要令到呢個飛機可以安全咁避開呢啲障礙物。咁所以咧，飛機都有一套統一嘅安全標準嘅。咁係乜嘢咧？咁就係飛行員要決定喺飛機故障嘅時候，佢到底係應該停止飛啊，定係繼續飛咧？呢個其實對於飛行員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咧，其實航空界咧就設定咗一個叫做 V1嘅速度。咁只要咧到達咗 V1呢個速度之內停嘅話咧，就可以喺呢個滑行嘅跑道裏邊完全停咗架機嘅。飛機之恐怖篇二。引擎個空氣吸入口突然結冰，咁點算啊？咁我哋都知道啦，喺飛行嘅過程裏邊咧，一定都會遇上，譬如落雨啊，又或者你遇到落大雪啊，或者有霧呢啲情況嘅。咁一旦進入咗低溫嘅環境咧，都會有可能會令到飛機咧俾冰覆蓋住嘅。咁所以我哋個飛機就需要有一啲機制去防止機體被結冰啦。咁首先，如果我哋嘅引擎嘅空氣吸入口結冰，一旦佢開始結冰咧，咁我哋嗰個冰層就會迅速咁樣擴大，會造成嗰啲流入嘅空氣好混亂啊。咁樣唔單止咧會對引擎帶嚟唔好嘅影響，更加如果呢啲冰啊俾個引擎吸入咗啊，都會破壞正在即係好迅速咁樣轉緊嘅葉片啊。咁所以咧，為咗令到飛機嘅引擎嘅空氣嘅入口可以順利咁樣喺落雪嘅時候可以起飛咧，咁其實咧我哋咧都有佢喺佢嘅周圍咧就設置一啲嘅熱空氣嘅加溫防冰系統。咁另一種方法咧就係我哋可以喺飛機嘅前端嘅內側咧吹出一啲好高溫嘅空氣，就防止結冰。咁當然啦，都有啲好似電熱氈咁嘅防結冰裝置啦。咁所以呢一種利用熱能嚟防冰嘅系統，我哋都叫做 thermal anti-icing system。咁無論邊一種防冰嘅系統啦，都有可以偵測到結冰嘅一啲 sensor，就會自動去啟動呢個防冰嘅功能噶啦。咁另外駕駛艙嘅擋風玻璃咧，一直都有電力加熱嘅，咁係為咗做咩咧？就係防止起霧啊！我哋喺飛機上面嗰啲廁所用水啊，又或者其他地方嘅出水口咧，都係為咗唔好俾佢結冰，都一直用電力去加熱住嘅。飛機之恐怖篇三，如果機艙裏邊急速降壓，咁點算呢？咁我哋平時睇災難片嘅時候，唔知你哋有冇見過飛機上面跌落嚟嗰啲氧氣罩咧？咁飛機飛得越高，空氣就越稀薄。咁因為咧，飛行高度咧，仲喺4000米嘅時候咧，就算係因為缺氧引致嘅缺氧症候群，咁其實咧，到我哋暈之前都仲有成1個鐘頭可以處理嘅。咁但係一旦咧，我哋嘅飛行嘅高度由4000米上到10000米嘅時候，咁點算啊？我哋就會得返1分鐘嘅時間，一缺氧咧，我哋就暈噶啦。咁而且呢1分鐘係點樣計嘅咧？你身體健康嘅人嘅預測數字喎，咁即係點啊？萬一你唔係咁健康嘅人，又或者平時中意飲酒啊、中意吸煙嘅人嚟講咧，咁引發呢個缺氧症候群嘅時間應該會更短嘅。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我哋需要準備嘅對策咧，就係一旦個客機高度去到4000米以上，咁我哋嘅空氣面罩咧就會自動跌落去每一位乘客嘅座位上面。只要乘客吸咗呢一個面罩裏邊嘅氧氣咧，就可以防止缺氧症候群嘅發生啦。同樣咧，喺呢一個氧氣面罩落嚟嘅同時咧，飛行員都會即係安排係即係為咗急速咁樣降壓啦，都會準備急速降落啦。咁呢一種情況下咧，佢架飛機嘅下降速度咧就會比平時嘅速度快4到5倍。咁樣一嚟咧，2至3分鐘嘅時間就可以抵達到唔需要氧氣面罩嘅安全高度裏邊噶啦。講咗咁多飛機故障啊、空難嘅事件，咁我哋有冇啲方法可以預防到空難嘅發生呢？咁大家唔知你哋咧喺上一個暑假咧有冇去旅行，有冇去搭飛機啦？咁咧你哋好多時咧要搭飛機嘅時候咧，都會聽到空姐講，由於
飛機正在準備起飛，請各位將椅背拉直，同埋將桌面歸位呢一種廣播嘅。係咯，你有冇諗過點解喺飛機起飛或者降落嘅時候唔可以將個椅背繼續斜住咁樣繼續好舒服咁樣瞓覺，又或者將個餐桌放喺度繼續食嘢咧？咁其實理由好簡單嘅啫，就係為咗啊，萬一你喺飛機起飛或者降落嘅時候遇到一啲好緊急嘅狀況嘅時候咧，你唔會阻住自己或者身邊嘅人去逃生啊。其實咧，飛機航行嘅時候咧，我哋大部分嘅行動咧，都係考慮過最壞嘅情況下去做決定嘅。咁咧，雖然咧起飛之後咧，引擎故障或者飛機故障嘅機率係好低嘅，但係機率始終唔係零啊。咁所以咧，我哋做每一件事嘅時候咧，都要預想有可能會發生嘅情況，咁就可以保護到自己，都可以保護到身邊嘅人。順帶一提啦，就算我哋引擎嘅狀況再好啊，其實咧都有可能咧好唔好彩咁樣，因為吸入一啲雀仔，造成引擎故障啊。咁萬一啦，飛機遇到一啲要好緊急迫降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利用緊急逃生滑梯逃脫噶啦。咁萬一咁不幸啦，我哋要迫降喺水上面喎，咁點算咧？其實咧，逃生滑梯咧都可以即刻變成救生艇啊！咁另外啊，作者都有提到，佢咧成日咧都見到好多人啊，喺一入到飛機就即刻除咗對鞋。係啦，不過咧，佢都會建議大家，其實最好都係等架飛機起飛咗之後，你再除鞋比較好啦。因為咧，萬一咁唔好彩，如果一定要逃生嘅緊急事件嘅時候，你光住腳咧就好容易受傷噶啦。好，空難之預防篇，飛行員同埋航空管理員之間，佢哋咧制定嗰個飛行計劃係非常之重要噶。航空管理員咧，其實佢都稱調度員啦。咁佢哋嘅工作係乜嘢咧？就係要製作飛行嘅計劃，同埋分析氣象資料，同埋咧佢哋要 check 埋同其他飛行嘅相關嘅信息。不過咧，佢制定嘅飛行計劃咧，都一定要通過嘅調度員同埋機長之間兩方協調，先可以成行嘅。咁咧，接落嚟咧就要一齊嚟諗一諗，係啦，佢哋到底揀啲乜嘢飛行路線咧？咁因為咧，其實飛機啊飛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係要依賴翻天氣啊同埋大氣嘅狀態啊。咁所以咧，我哋都要諗埋航線嘅風向對於飛行時間同埋耗油率造成嘅影響。咁如果係順風嘅話，我哋會揀強風；相反啦，如果係逆風嘅情況下咧，我哋就會揀風速比較弱嘅嗰條航線同埋高度去行嘅。空難之預防篇三，地勤人員嘅準備工作。咁飛機嘅停放場咧，亦都叫停機坪。咁咧，停機坪嘅每架飛機個定機格咧，亦都叫停機點。係啦，咁其實每一個停機點咧都有各自嘅編號嘅，咁樣就可以顯示翻佢正確嘅位置。其實咧，我哋平時喺機場出境大廳嗰度咧，見到嘅停機坪嘅部分咧，通常我哋會可以見到好多地面嘅支援設備啊，譬如地勤嘅車輛啦，又或者好多唔同嘅車不斷喺個跑道上面穿梭。咁呢啲車係做乜嘢嘅咧？有啲貨物車就會個高度咧就可以延伸至呢個機門嗰度，將食物同埋飲料送入去機裏邊。咁呢種車咧就叫做客艙服務車。另外咧，仲有一種會轉入去機翼下面嘅車咧，就叫燃料加油車。咁咧，地勤人員咧就會喺飛機飛之前咧做一個 pre-check，即係一個好緊密嘅飛行前檢查。我相信咧唔少同學咧都會好好奇噶啦，飛機上面嘅駕駛艙係咩樣嘅咧？咁其實咧，作者概括咗一句：風景優美，但意外地狹窄。咁即係咩意思咧？好窄，係啦。喺個駕駛艙裏邊咧，機長坐住喺左邊嗰個座位，而副機長就坐喺右邊嘅座位。咁佢哋咧就俾咩咧？俾一堆儀器同埋一堆掣係包圍住嘅。咁樣就係為咗令到飛行員無論喺左邊或者右邊都可以好方便咁樣操縱呢一堆咁嘅儀器啊。咁樣一嚟，就算邊一邊嘅儀器突然間壞咗，都唔會有問題嘅。
而且萬一出現突發情況，其中一位嘅飛行員冇辦法可以操控啲儀器嘅時候咧，另一位飛行員可以即刻代為操控啊。咁咧，好似呢一種將飛機內部嘅裝置多重去設置嘅方法咧，就叫做 redundancy 重複性或者備援。即使發生一啲問題咧，都可以用備用嘅裝置。係啦，咁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安全啦，提高翻個安全性。咁我今日嘅 sharing 就嚟到呢度啦，多謝。